咁多大家好啊，祝大家復活節快樂啊！大家有冇去慶祝復活節啊？食下復活蛋啦，又或者復活兔啊，都係唔好食啦。Lina Bell 都話啦，唔好同佢爭火雞髀，請你食個復活蛋啦。不過呢個復活蛋淨係可以卡嚟玩。今晚嘅黑白榮耀換位賽又有啲乜嘢玩？好似話 VIP 都喺今晚卡嚟揀。即係可能就係今晚嗰10個參賽者裏面，其中一個係攞今次嘅 VIP 啊，係咪 MVP 啊？嚟緊又會淘汰乜水呢？呢啲大家至關心噶啦。兔仔一向咧都自爭賣關子噶啦，嗱聲講俾大家聽啦，應該就係梁毓坤同埋陳日璇啦。兔仔講嘢永遠有根據嘅，你估似得嗰個騙子咁咩？今日又話可南，聽日又話陳日璇，你不如估晒10個一笨。你日日都估唔同人呢，實有一個估中噶。慘得過咧，大把人啊俾佢困咗咧，次次都中入去睇嘅。你哋咁樣做咧，遲早做大呢個騙子咧，第時呃人做 JPEG 2.0噶啦。不瞞大家講啊，兔仔咧好多時見到呢個騙子咧，就咁噏，圖都冇多張咧，永遠呃到咁多人咧，做片都做到冇乜心機嘅。我做10個鐘得咁多人嚟睇。你求其講20分鐘俾我更多人嚟睇，真係邊有心機做落去啊！Lina Bell 話喺網上咧見到呢2條消息咧，就發現邊一個俾人 foul 啦，咁話下次梁毓坤拜拜啊，係啊，確定佢下集 out 噶啦。聽聞今個禮拜係梁毓坤同陳日璇 foul 可南玩到最新錄影都未走噶，而家係拍到幾多強？16啦。哇，去到16強噶啦，咁咪即係可南晉級到去到16強咁巴閉咁厲害？講翻今集先啦，若然今集真係 foul 梁毓坤嘅話咧，Kelvin 組咧真係走成5個喎，咪應該係4個半啊。咁黎若雪該走唔走當半個啦。咁有黃毅輝蔡文區阿 moon 劉佩玥梁毓坤本身6個位都佔4個啦。呢啲咧咪跟完Kelvin 蛇嘅後遺症咯。總之俾人魔改首歌咧都唔方掂噶啦。陳日璇咧上次明明至拿手唱關淑怡俾布志倫魔改咗，成個自信心打擊晒啦，所以應該都一蹶不振嘅可能Lina Bell 又有新發現佢話今集 foul 嘅唔止呢2個仲有一個人俾節目組 foul唔使皺晒眉啦，谷老師係你恭喜你節目組要炒你魷谷老師出晒長文表達佢離開中年好聲音嘅心聲今晚呢就係黑白榮耀換位賽 last 一集其中一個選手唱得好好驚艷到我令我覺得呢唱歌永遠係我嘅終身事業，所以我就決定同大家講啦，呢段時間做中四評審呢好開心，好溫暖，好感動，但係4月開始呢，我嘅工作實在排到密密麻麻啦，好難安排時間噶，唯有暫時離開中四嘅評審席啦。呢段時間呢要掛住我噶噃，我會繼續呢關注大家噶啦，大家要努力谷老師你要走咁兔仔點算我幾時先至可以俾你點名叫做兔仔 Lina Bell 大師喂，靚女谷老師你唔好走我至中意你噶啦。不過話又講翻轉頭佢話因為呢啲工作排到密密麻麻，所以暫別中四嘅舞台且通常俾人炒都話唔得閒有嘢做噶啦，佢又唔係同製作組有啲咩深仇大恨呢，梗要搵個下台階嘅。唔通話俾人聽樂小姐見佢做評判咁耐呢，似乎啲網友又唔 buy 唔係太受歡迎想換 Q 咗佢咩？喂，大佬中年好聲音始終係無綫嘅王牌節目嚟噶，賣好多廣告噶嘛。你見嗰啲廣告牌呢，咁多贊助商都見到啦。我晨早都話啦，中年好聲音係要保留佢嘅公信力噶嘛。但大家估無面藝人嘅時候呢，有唔少人都話，35歲呢個界線求其啦，年尾生日都得嘅。喂，邊有咁兒戲我晨早都話係計報名嘅時候嘅，結果咧邊個啱咪我啱啦。家陣咧樂小姐集集都有嚟監場嘅，見到勢色唔對咁梗係換走個有非議嘅評審啦。
去俾支持我哋啦，去鼓勵我哋，即係佢超級好啦，即係成個過程入邊咧，應該係每一次都有嚟睇啦，係觀眾席啦，然後過嚟後台。嗱，樂小姐咧應該集集都有嚟睇啊，中年好聲音嗰度監場嘅。嗱，因為呢個節目咧為 TVB 賺好多錢啊，所以不能夠兒戲嘅，不能夠有半點影響公信力嘅元素在內嘅，即係包括咧不受歡迎嘅評審啊。嗱，你話取而代之嘅會係咩人呢？咪好似之前嘅習慣咁咯，揾飛行評判啦，即係飛行嘉賓啊。有睇開中年好聲音嘅都記得啦，根本常駐評審得嗰4個，第5個次次都換新噶嘛。嗱，既然谷老師有爭議啊呢次好啦，可以乘機咧換下啲新面孔啊，谷下收視啊嘛。嗱，我想澄清啊，收視根本就冇唔掂，係要谷上去啫。嗱，中3嘅收視咧不嬲都係19-20點左右啫嘛。嗱，中4咧唔計啲外遊期啊，咪又係19-20點左右。成件事根本就係個騙子大風向噶。幾個月前我經已講咧，佢誣衊個收視唔掂啊嘛。嗱，詳細嘅收視分析咧，大家可以睇翻咧，我為張崇德平反嗰條片啊，講翻啦，點樣由第5評判谷收視啊？中3嘅時候咧，咪有個林子祥金曲之夜嘅0044咧，差唔多23點收視嘅，冇咗呢啲吸引力咧，去到星夢助力賽咧，去翻19點啦。大家記唔記得星夢助力賽嘅第5評審係邊個咧？咪森美咯，我哋森美咧老是常出現，冇吸引力啊嘛。所以咪跌翻去19點咯，所以第5評審咧都有一定吸引力，可以左右到大局噶。嗱，至於第5評審會揾咩人呢？騙子之類咧，一定會話伍仲衡嘅，佢支撐伍仲衡噶啦。我真係3番4次咧，話伍仲衡咧隨時可以翻無線啊！嗱，佢最近呢條片咧，直頭話 Kelvin Sir 尹老師嗰啲咧可以取代評審嘅職位，聽佢吹水啦！即係睇中年好聲音咁耐以嚟冇呢個傳統，冇呢個習慣啊！嗱，先講翻導師取代評審咧，從來都冇呢啲事發生嘅。谷婭溦咧係完成咗中3之後，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嚟噶，因為佢係無線親生女嚟噶嘛。既有無線嘅經理人合約，又係現職歌手，先有資格嘅啫。你話今年嗰啲導師，除咗布志綸係現役歌手之外仲做過評審咧，其他2個根本就冇呢個資格做評審噶。話伍仲衡可以翻嚟嗰啲咧，更加係一個笑話，離晒大譜嘅，當無線係冇掩雞籠咩？我直接一句 KO 呢啲咁樣嘅荒謬言論啊！喂，如果有個人咧虧空公款公司出埋聲明話呢個人影響運作毫無道德、唔公正喂，仲會唔會揾呢個人翻嚟咧搞亂公司啊？嗱，講嗰個冇腦，信嗰個都戇居啊！大家唔好唔記得伍仲衡離開無線嘅時候鬧到好僵噶，人哋又要出聲明又成差唔多係揾掘頭掃把拋你走嘅，咁都會揾你翻嚟唔係話啲人講講咁多次，次次咧都有人信嘅。TVB 企業傳訊部助理總經理黃德惠回應：伍仲衡俾無線炒魷，以確保節目嘅專業性同公正性。如果上市公司出埋聲明咧，炒呢個人咧，仲可以揾佢翻嚟間公司都冇晒公信力可言啦。咁咪前後矛盾，自打嘴巴咯。邊有上市公司會咁做噶？直頭可以撇開伍仲衡嘅所作所為直接用無線嘅聲明就可以否定呢個可能性啦。嗱，點解騙子話會揾阿尹老師或者 Kelvin Sir 翻嚟呢？因為佢冇睇星秀啊嘛。我淨係星秀啲評審都一大扎啦。陳奐仁Miss Chan Chan 嗰啲咧都可以考慮噶嘛。唔好話佢哋咧搞啲咩魔音女團喂，嚟做評審咧1-2日錄影嘅啫。計1個月入邊咧搵1日錄影嘅啫，咁都會唔得閒嘅咩？你真係聽阿谷老師噏可以夠忙到甩碌啦，佢出名多嘢做噶啦，咪全憑中年好聲音評判呢個光環咯。點會話唔得閒嚟唔到噶？呢個根本係借口嚟噶啦。總之要揾評審用乜嘢星秀嘅7大評審經已係考慮之列啦，大把人揀你方佢揾唔到人嚟咩？
好心啊，咪再聽嗰個騙子喺度鬼話連篇啦！佢人喺美國啊，到底香港發生咩事呢？佢乜都唔識，乜都唔清楚嘅，成日喺度扮專家。我去咗日本嗰段期間啊，連 TVB 都睇唔到啊，想喺網上睇嘢啊，都好多限制啊，始終唔喺香港啊嘛。所以呢個騙子呢，人又唔喺香港，喺美國，成日喺度牙斬一斬，當自己係咩娛樂圈專家，真係聽佢噏啊！黑白榮耀換位賽今個星期嚟到最終會，餘下嘅10位選手會喺呢集登場進行 PK 賽。睇嚟呢，我今鋪都係要邊睇邊評噶啦，又係改唔到呢個預告啊！我盡力啦。坦白講啊，做成10幾20個鐘嘅一條片呢，睇嘅人呢越嚟越少啊，其實真係冇乜癮噶啦。嗱，衰嘢唔講啊，講翻今晚個賽事啦。嗱，有姚兵出場啊，白楊君啊。嗱，佢會用啲咩歌嚟參戰呢？姚兵更將許茹芸嘅名曲逆轉演繹，唱出澎湃嘅感覺。哦，姚兵要唱呢首《淚海》啊，仲獲得評審一致好評添啊，話佢有好大進步啊。主持車婉婉呢，仲忍唔住讚佢廣東話添啊。哎呀，你廣東話大躍進喎，我家陣啊好清楚聽到你講嘢啊。嗱，周國峰都讚佢噶。嗱，你捨棄咗呢許茹芸嘅凄美版本，唱出咗中年人嘅澎湃版淚海啊！嗱，谷亞薇都讚嘅，話姚兵啊係乜嘢啊？嗱，你一直扮羊食老虎啊你突然之間啊突飛猛進喎！嗱，仲讚姚兵呢唱低8度再轉高8度都應付自如咁話，可以直頭笑住咁講啦。哦，原來你唱歌嘅時候腳震啊，好事嚟噶。呢種震啊係 from 腎上腺素啊，其實你係好興奮、好享受噶。嗱，下次呢唔想俾人睇到你腳震震啊，着條厚啲嘅褲呢，咁咪唔會俾人發現咯。快啲去買啦。嗱，一個二個講到咁好呢，梗係老規矩啊，聽幾句啦。嗱，一致好評啊，唔單止晉級啊，肯定攞好高分添啦。乜嘢扮羊食老虎大躍進，今次冇老點咯啩？嗱，講開藝人啊，梗係講埋周志康企鵝人噶啦，佢唱呢首冷門歌嚟嘅，叫做《悲哀代言人》啊。大家可能未聽過啊，原來係關楚耀嘅歌嚟嘅。睇嚟反應應該唔錯嘅，阿谷亞薇都咁講啦。你以往所有嘅比賽當中，你呢一次係最好嘅。嗱，周志康笑到咁呢，冇理由會衰嘅係嘛，會好高分嘅係嘛。嗱，我聽過呢首呢《悲哀代言人》啊，有少少似呢佢之前發揮得好好嗰首 Touch 咁嘅。佢今次又可唔可以唱出冷如風吹、心如冰醉嗰種如冰深鎖嘅境界呢？到底我已經也做過，每晚出席陪坐，心中亦無我。似乎呢隻皇帝企鵝啊，終於可以重拾佢嘅巔峰狀態啦。話晒 TVB 綜藝啊，至高收視都係佢首 Touch 啊嘛，佢又可唔可以重登佢嘅收視冠軍寶座呢？跟住輪到可嵐唱嘅《你給我聽好》啊，哇！許健戰衣啊，真係犀利啦，十分之適時啊！我就真係目不斜視啊！如此明艷照人嘅可嵐呢，評審們啊都話佢好大進步噶。可嵐唱完之後呢，就喊住口話呢，呢首陳奕迅嘅作品啊，你給我聽好啊，原來係我係想送俾一個朋友啊，但係趕唔切唱俾對方啊。有一個朋友呢，睇唔開走咗，所以唱呢首歌呢，我係想鼓勵我哋每一日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因為我哋呢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咁感性嘅可嵐到底唱成點呢？嗱，啱啱我做到呢個位呢，就係聽到姚兵喺度唱佢嗰首《淚海》啊，哇，啱啱攞到91分咁高分喎，周國峰都俾18分啊。佢嘅對手呢，原來就係上元七嘅范子睿啊，到底戰況如何呢？范子睿唱嘅係怎麼說我不愛你，又能否繼續佢高分嘅傳奇？哇，咁有 power 嘅范子睿呢，佢直頭話自己呢，焦行頭係靚仔咗添啊！
嗱，其實咧細心嘅朋友肯定會發現我今日係靚仔咗㗎。嗱，可兒聽到咧即刻扁晒嘴啦，覺得難以置信啊，真係好搞笑㗎。嗱，唔好搞笑住啊，可兒啊，因為咧佢有嘢講喎，佢就話啦，輕啊，你永遠聽得清楚佢嘅輕啊，重永遠都唔會覺得佢好嘈好吵耳㗎。總之佢嘅輕重之聲咧都係非常之出色啦。哇，講到咁出色咧，果然啊攞到93分啊，險勝阿姚兵2分喎。跟住輪到唱 Never in Love 嘅陳日璇啊，今次真係 Never in Love 啊，啲分數 Never in Love 啊，佢啱啱先攞到83分啊，肯定係出局噶啦。係咪冇得揀呢啲歌？點解要揀呢首咁難嘅歌呢？本身揀咗呢首歌呢，都注定啊好大機會出局噶啦，因為好難發揮得好啊，冇乜邊個做到。咁佢又發揮成點呢？老規矩啊，聽幾句啦，睇下點解攞咁低分啦。就算阿 Tim Sir 咧聽得幾留心咧，都 Never in Love 噶你啲分數，因為你根本 carry 唔到首歌，聽落咧你又唱得好辛苦，我哋又聽得好辛苦。若然有得揀啊，應該揀你嗰首合久必分嚟唱俾我哋聽啊嘛。嗱，你唱呢首咧應該都有90分嘅，不過可惜啊，呢個冇如果啊，只有結果啊，結果你就係會出局啦。你個對手咧就係雷小雷啊，唱功十足鄭中基嘅雷小雷啊，更加輸到9條街啦。佢唱嘅係魔鬼中的天使啊，就睇下佢唱成點啦。老規矩聽幾句，睇下佢點樣拋離啊陳日璇9條街啦。謝謝2個字，盡管叫我放肆。又不至於9條街嘅，9就係9啦。佢攞到89分啊，冇以前唱得咁好聽喎，因為冇以前咁似鄭中基啊把聲，所以爭少少啦。若然對上姚兵嘅話咧，就輸噶啦。嗱，跟住輪到許雲妮唱嘅《讓我留在你身邊》啊，佢紮實嘅唱功、真摯嘅演繹，能夠感動全場啊。佢仲講咗一句咧，可以鼓勵到所有人嘅名句啊，就係最渺小嘅我咧，係有大大嘅夢噶。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夢。不過咁，我班老友咧嚟咗嚟探我啊。雖然咧成班老友喺馬來西亞嚟探我咧，特登飛過嚟咧，但係機票冇得 cam 噶。嗱，攞翻個好嘅分數回報你哋啦吓。嗱，90分啊，絕對有交代啦。一齊聽下點解值90分啊？老規矩啊，聽幾句啦。太多難辨真偽，太多紛擾是非，在你身邊細細。佢嘅對手又係邊個呢？竟然係之前同組嘅吳奕偉啊，仲為我哋帶嚟一首呢佢嘅自創歌啊，係咪叫做吳奕偉啊？係咁講佢自己個名啊。嗱，老規矩啊，聽幾句先啦吓。我同你講呢隻歌咧，呢個版權直情要賣俾 TVB 嘅，真係要俾面 TVB 啦，因為佢今次攞超高分啊，係95分啊，肯定 MVP 啦，95分咁離譜嘅，全部19分啊，評判比嗱唔止分數高啊，情操都高啊，佢喺啱啱喺我嗰度留言啊，揭露咗阿 Kelvin Sir 嘅惡行啊。我都話噶啦，我講嘢點會講錯啊？都話呢個 Kelvin Sir 係誤人子弟、枉為人師噶啦，果然真相就係咁啊！嗱，兔仔，我係吳奕偉啊，多謝你咧幫我哋錄組啊！阿張 Sir 咧根本唔應該做導師啊！喺今個回合咧就叫我唱原創歌啊，本來想唱咧如果沒有你嘅，但係喺佢嘅壓力底下咧唱呢首原創。雖然分數還好，但係作曲同作詞咧都係我作嘅。但係原本咧佢話係佢作嘅喎。破防啦，破防啦，破晒防啦 Kelvin Sir， 你又話尊重每一位選手嘅，家陣證據確鑿，人贓並獲，你點尊重人啊？嗱，家陣吳奕偉咧喺今場攞埋 MVP 添嘅喎，唔係輸打贏要啊！人哋實話實講啊，原來佢真係逼迫啲選手噶，真係無理施壓噶，我冇講錯佢噶。嗱，大家家陣見到佢嘅真面目啦，唔係話低分輸咗唔甘心咧，揾佢嚟發洩，揾佢嚟出氣，高分 MVP 都睇唔過眼佢嘅所作所為噶。
by the way啊，吳亦偉咧今場嘅 MVP 啊，95分，實至名歸啊，仲要係評判一致揀出嚟嘅超級 MVP 啊，攞到呢個床褥禮券啊，果然係人美心善啊，越嚟越靚仔，越嚟越型仔啊，因為你有一顆正義之心啊，正義之心相由心生，靚仔吳亦偉，多謝你，你為正義而發聲啊！嗱，跟住就係可嵐決戰楊家龍啊！可嵐頭先就講咗啦，楊家龍唱嘅就係 Fly Me to the Moon 啊！老實講啊，我唔覺得啊楊家龍唱得有幾好聽啦，但係佢攞到88分，贏下可嵐嘅86分。雖則可嵐首歌好多沙石噶，我又覺得可嵐唱得好聽啲啦。跟住輪到周志康對決梁郁坤啊！周志康頭先講咗啦，佢嘅悲哀代言人呢，估唔到只係攞到87分咁大把啫，似乎未翻去佢嘅巔峰企鵝人 touch 嘅狀態喎。阿梁郁坤嘅嘉賓又唱成點呢？老規矩啊，聽幾句啦。一步靠近他精心布置的場地，可惜這是屬於你的風景。一聽都聽得出啦，哭腔咧太誇張啦，搞到首歌咧九唔搭八，不倫不類，太難聽啦。周國峰啊，自憎呢啲咁嘅哭腔噶啦，所以咧佢最後得83分啦，亦都係咧唯一啊白組咧能夠反級成功嘅一組嚟嘅。無獨有偶，兩個輸嘅黑組咧都係嚟自 Kelvin Sir 噶。吳亦偉都留咗鐵證啦，因為佢哋上 round 咧俾阿 Kelvin Sir 啊扯到爆，壓力症候群，個個都唔掂啦。何止輸俾白組啊，直頭摟埋添啊！你諗下啦，喂，6個名額入邊咧，4個着咗4個都係嚟自 Kelvin Sir 嗰組噶，唔好同我講話佢哋渣。阿梁郁坤係之前5燈選手嚟噶。蔡文區都係5燈選手嚟嘅，連續2個5燈選手啊，跟完 Kelvin Sir 之後咧都要被摟啊，唔係佢哋渣，係佢哋遇人不淑咋。都唔好計乜嘢應該摟嘅黎若雪啦，齋計咧今晚要摟呢4個啊，黃毅輝、阿 moon、劉佩玥、梁郁坤、蔡文區啊，4個着咗4個啊，6個摟嘅4個都係嚟自 Kelvin Sir 嗰組噶，咁有咩好講啊？仲要有2個高手嚟噶。最後一個被摟嘅就係陳日璇啦，應該就係揀錯歌嘅問題啦。Never Enough咧唔係你能夠 handle 到啊。總而言之咧，我覺得呢個黑白榮耀換位賽咧，簡直就係一塊照妖鏡啊，將呢個 Kelvin Sir 嘅真面目咧照咗出嚟啊。表面上咧就話尊重每一位選手，其實咧就向佢哋施壓，逼迫佢哋。表面上咧就話跟咗佢咧就唔會被摟，下一彎咧咪摟晒咯。睇嚟咧你係我嘅同類嚟噶，都係套啊，講一套做一套啊。至於谷老師啊，佢要暫別中四幾耐咧？睇怕都遙遙無期噶啦，會唔會決賽先至能夠見翻你噶？谷亞薇老師，我唔捨得你啊，谷老師，靚女谷老師。好啦，今日節目嚟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節目，一定要訂閱、分享、留言同讚好，唔該晒，拜拜。